如果你忽略脚上的这些信号，你的肝可能正在拼命求救，而你却完全不知道。肝脏是人体最沉默的器官，它受伤不会痛，坏了也不会叫，等你发现时，往往已经晚了。让我问你，你多久没好好看过自己的脚？大部分人只觉得脚累、脚肿、脚痒，然后就算了。但我行医25年，几乎每个肝病患者确诊前，脚都出现过异常。今天告诉你3个关键信号，像蜘蛛网的红点、发黄又痒的脚掌、按下去但不回的水肿，任何一个都不能轻忽。给自己10分钟看完这支影片，因为肝脏的事真的等不起。开始前，我想认识你，请留言告诉我你从哪里看这支影片。有肝脏问题也欢迎提问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别错过健康资讯。现在测试一下你是否认真在看，觉得有帮助，请打1；没帮助，请打0。我是林长仁，医师治疗肝病25年。在台湾，肝病是国病，我见过太多本可避免的悲剧。先讲个真实故事。陈福辉先生45岁，台中计程车司机。半年前他发现脚开始肿，晚上脱袜子，湿痕迹特别深。他以为是久坐，血液循环差，后来脚底开始痒，怎么抓都不舒服，尤其晚上更严重。他想可能是香港脚买药膏来擦，完全没改善。直到太太发现他眼白发黄，逼他去医院。一检查，医生说肝脏已经纤维化，快变肝硬化了。陈先生傻了，他从不知道肝出问题，脚会先有反应，这就是重点。没人想到肝会透过脚发信号，但身体永远知道怎么跟我们说话，只是我们不懂倾听。现在讲第一个关键信号：蜘蛛痣。什么是蜘蛛痣？在脚背、脚踝或小腿上突然出现红色小点，中心深红，像蜘蛛身体，向外延伸，细红线像蜘蛛脚。很多人以为是蚊子咬或过敏，其实不是。教你辨识，用手指轻压红点中心，按下去，红色消失，放开又快速浮现，这就是典型蜘蛛痣。为什么肝有问题会出现蜘蛛痣？肝脏负责分解体内雌激素，当肝功能下降，处理不了雌激素，雌激素在血液累积，雌激素一多，微血管就扩张，形成像蜘蛛的红色印记。这一症状不止在脚上，手背、胸口、脖子、脸颊可能都有。特别提醒，如果脚上不止一个蜘蛛痣，一定要警觉，代表肝可能开始代谢障碍了。别觉得这只是小事，很多病人轻忽这些红点，最后发现肝已经无法挽回。如果你现在低头看脚发现类似红点，别怕，但也别拖，尽快找医师检查。早期发现，我们还有很多方法帮肝恢复健康。第二个信号，皮肤发黄，特别是脚掌和脚底变成蜡黄色，而且非常痒。注意过你脚掌的颜色吗？正常应该带点粉红或自然肤色，但如果变成黄色，那种从皮肤深触透出的蜡黄就要小心了。更明显的是瘙痒，这种痒不是一般的痒，不是皮肤癣或过敏，擦药膏没用，越到晚上越痒，甚至痒到睡不着。为什么？肝功能受损时无法处理血液里的胆红素。胆红素是黄色代谢废物，正常应被肝分解排出，但肝出问题，胆红素累积在血液，沉积在皮肤，皮肤就发黄。黄疸最早出现在眼白，照镜子发现眼白黄黄的，就是早期信号。接着黄色扩散到脸、身体，最后到四肢和脚。为什么会痒？因为胆汁、盐也沉积在皮肤，刺激神经末梢。
教你分辨，如果是肝引起的痒，擦什么止痒药都没明显效果，而且是全身性的痒，不止局部。肝源性瘙痒通常夜间特别严重，如果你有这些症状，建议马上去医院抽血检查胆红素，做腹部超音波。检查很简单，但能及早发现肝问题。第三个也是最常被忽略的信号，脚部水肿。有过这经验吗？晚上回家脱袜子，脚踝有深深的袜痕，很久消不掉，或用手指按小腿或脚背按下去有凹陷，而且不会马上淡回，这就是水肿。很多人觉得脚肿是站太久、走太多路或天气热、循环差，但如果水肿持续而且越来越明显，就要特别注意，可能是肝发出的警讯。用比喻解释，肝脏像海绵，工作之一是制造白蛋白。白蛋白像血管守门员，把水分留在血管里，不让水分乱跑。当肝功能下降，制造白蛋白能力变差，白蛋白不够，血管守不住水分，水分就从血管渗出，跑到组织里。这些水分因重力往下沉积，所以最容易肿的是脚和脚踝。还有另一个原因，肝纤维化或硬化时，血液流过肝会变困难，血液在肝前塞车，这叫门静脉高压。血液回不去，压力增加，水分更容易漏出，造成腹水和脚肿。如果你有脚肿，同时有这些症状，食欲差、易疲倦、容易淤青、牙啃易出血，一定要高度怀疑是肝出问题。我遇过很多病人，一开始觉得只是鞋子变紧，等发现不对劲，肝已经受损很严重了。再次提醒，别等到鞋子穿不下才发腺肝超载。如果有持续性脚肿，请尽快就医检查。讲到这，你可能担心，如果肝真的出问题，还来得及救吗？告诉你好消息，肝是人体唯一可以自我修复甚至再生的器官。只要肝还没到末期，肝硬化，只要你愿意改变生活习惯，肝有机会恢复。前面提的陈福辉先生确诊后完全戒酒，调整饮食，每晚11点前上床，3个月后回诊，肝功能指数明显下降，脚肿也改善很多。告诉你3个黄金原则：第一，睡眠充足，肝在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进行最重要的修复工作，这段时间一定要好好休息。第二，饮食清淡，减少高油、高盐、高糖食物，多吃新鲜蔬菜和优质蛋白质。第三，绝对不喝酒，酒精是肝最大的敌人，没有之一。记住，早知道，早治疗，身体永远给你第2次机会，前提是你要懂得把握。现在告诉你4种最伤肝的食物，如果真想保护肝，这4种要少碰，甚至不碰。第1种，酒精。我知道台湾文化里，喝酒是常见社交活动，尾牙要喝，应酬要喝，朋友聚会也喝，很多人爱喝高粱、啤酒。但你知道吗？喝下一杯酒，90%酒精都要经过肝代谢，酒精在肝里分解成乙醛，是非常强烈的毒素，直接伤害肝细胞。长期喝酒，肝根本来不及修复，久了就形成脂肪肝、酒精性肝炎，最后变肝硬化。老实说，台湾人爱喝高粱，但肝真的受不了天天这样喝。如果珍惜你的肝，从今天起减少喝酒，最好完全不喝。第2种，高油高脂食物，炸鸡、咸酥鸡、卤肉饭、珍奶，台湾人爱吃的东西，但这些食物的油脂和糖分让肝工作负担变很重。肝像交通枢纽，太多脂肪和糖一起涌进，肝就塞车，处理不过来，处理不完的脂肪堆积在肝细胞，形成脂肪肝。脂肪肝不控制，会引发发炎，接着纤维化，最后变肝硬化。建议少吃油炸，少喝含糖饮料，
多吃蒸、煮、烫的食物。第3种，发霉食物，这是很多老一辈常犯的错，觉得食物有点霉，切掉坏的还能吃，这样节省。但发霉食物含黄曲毒素，毒性是砒霜的68倍，更可怕的是煮熟、烤过也不会被破坏。黄曲毒素直接攻击肝细胞 DNA 岛，致细胞突变，最后引发肝癌。我遇过病人习惯把花生、玉米放很久，有点霉也舍不得丢，结果50几岁就肝癌。提醒你，发霉食物绝对不能吃，宁可浪费点钱，别赌上健康。第4种，生的淡水海鲜。台湾人爱吃生鱼片、生蚝或半生熟的淡水鱼，但淡水鱼虾容易藏中华肝吸虫。这种寄生虫可在人体活30年，它寄生在肝和胆管，不断刺激破坏肝组织，最后引发胆管癌或肝癌。建议淡水鱼虾肉一定要煮全熟，温度至少70度以上，才能杀死寄生虫。我常说，省下一餐的钱，可能赔掉整个肝，值得吗？说到这，影片快结束了。我想告诉你，肝是身体最忠诚、最任劳任怨的化学工厂，它每天默默帮我们解毒、代谢、储存能量，从不抱怨，但它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器官。很多人以为肝不痛就没事，等真的痛了，通常已经来不及。希望透过这支影片，让你更了解自己的身体，更懂得倾听肝发出的信号。如果你看完有收，或我邀请你在留言区写我要好好照顾我的肝，这不只是一句话，是你对自己的承诺。如果家人、朋友爱喝酒、爱吃油炸食物，或有肝病家族史，请把影片分享给他们。很多时候，一个小小提醒就能救一个人的命。最后，我想说，今天照顾好你的肝，就是在照顾你的未来。谢谢你看到最后。我是林长仁医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如果你忽略了脚部的这些信号，你的肝脏可能正在求救，而你却毫不知情。肝脏是我们身体里最沉默的器官，它很少会痛，即使受了重伤也不会大声喊叫，但这不代表它没事。恰恰相反，当肝脏真的出问题时，往往已经很严重了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的脚？大多数人从来不会特别注意自己的脚部变化，顶多觉得累了、肿了或者痒了，就这样过去了。但你知道吗？在我25年的临床经验中，99%的肝病患者在确诊之前，他们的脚都曾经出现过奇怪的变化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3个非常关键的脚部信号。这3个信号看起来很平常，但它们可能正在告诉你，你的肝脏已经超负荷运转，甚至开始衰竭了。第一个信号，像蜘蛛网一样的红色小点。第2个信号，脚掌发黄，而且奇痒无比。第3个信号，脚踝水肿，按下去但不回来。这3个信号，每一个都不能轻视。如果你现在就离开这个影片，你可能会错过那个唯一能救你自己的关键资讯。请你给自己10分钟，把这个影片看完，因为肝脏的事等不起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想先认识一下你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现在是从哪里收看这个影片的呢？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肝脏健康的疑问，也欢迎留言提问。另外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健康知识和医疗建议。现在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认真收看这个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你觉得没有帮助，请打0。你的回馈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好，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主题。
我是林长仁医师，从事肝脏疾病治疗已经25年了。在台湾，肝病是国病，我看过太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。今天我想先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位病人叫做陈福辉先生，今年45岁，在台中开计程车为生。陈先生是个老实人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养家糊口。大概半年前，他开始觉得脚有点肿，晚上脱袜子的时候，袜子的痕迹会陷得特别深。他以为是自己开车久坐，血液循环不好。后来他又觉得脚底很痒，怎么抓都不舒服，尤其是晚上更严重。他还是觉得可能是香港脚或皮肤过敏，去药局买了药膏来擦，但完全没有改善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太太发现他的眼白有点黄黄的，逼着他去医院检查。这一检查不得了，医生告诉他，他的肝脏已经纤维化，接近肝硬化的程度了。陈先生当场愣住，他说他从来不知道肝脏出问题，脚会先有反应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重点。没有人想到肝脏会透过脚来发出信号，但我们的身体永远知道怎么跟我们说话，只是我们常常不懂得倾听。现在我要告诉你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脚步，信号蜘蛛痣。什么是蜘蛛痣？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在你的脚背、脚踝甚至小腿上，突然出现了一些红色的小点。这些小点的中心是深红色的，像蜘蛛的身体，然后从中心向外延伸出好几条细细的红线，就像蜘蛛的脚一样。很多人会以为这是被蚊子咬的，或者是皮肤过敏，但这其实不是。我教你一个简单的辨识方法，用你的手指轻轻按压在这个红点的中心，按下去的时候，红色会消失，但当你把手指放开，红色又会迅速浮现回来。如果有这个现象，那就是典型的蜘蛛痣。为什么肝脏有问题会出现蜘蛛痣呢？我用简单的方式跟你解释。我们的肝脏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分解体内的雌激素。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，它没有办法好好处理这些雌激素，于是雌激素就会在血液里累积。雌激素一多，我们的微血管就会扩张，于是就形成了这种像蜘蛛一样的红色印记。这个症状通常不只出现在脚上，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你的手背、胸口、脖子，甚至脸颊，可能也会有。我要特别提醒你，如果你在脚上发现不止一个这样的蜘蛛痣，那你一定要提高警觉，这代表你的肝脏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代谢障碍了。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小事，很多病人都是因为轻忽了这些小的红点，最后才发现肝脏已经走到了不可逆的阶段。如果你现在低头看看自己的脚发现有类似的红点，请你不要害怕，但也不要拖延，尽快去找专业的医师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因为早期发现，我们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你的肝脏恢复健康。第二个信号是皮肤发黄，特别是脚掌和脚底会变成一种蜡黄色，而且伴随着非常难受的瘙痒感。我先问你，你有没有注意过自己脚掌的颜色？正常健康的脚掌印该是带点粉红色，或者是自然的肤色。但如果你的脚掌开始变成黄色，而且这种黄不是晒太阳晒出来的，而是一种从皮肤深处透出来的蜡黄色，那你就要小心了。更明显的是，这种发黄通常会伴随瘙痒，这种痒不是普通的痒，不是因为皮肤前燥，也不是因为过敏，你怎么擦药膏都没用，而且越到晚上越痒，甚至会痒到让你睡不着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来跟你解释。当肝脏功能受损的时候，它没有办法好好处理血液里的胆红素。胆红素是一种黄色的代谢废物，正常情况下应该被肝脏分解，然后排出体外。但如果肝脏出了问题，
胆红素就会累积在血液里，然后沉积在皮肤里，于是皮肤就会发黄。黄疸通常最早出现在眼白的地方。如果你照镜子发现自己的眼白有点黄黄的，那就是黄疸的早期信号。接着，这种黄色会慢慢扩散到脸部、身体，最后到四肢和脚部。至于为什么会痒呢？这是因为胆汁盐也跟着沉积在皮肤里，刺激了皮肤底下的神经末梢，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痒。我教你一个分辨的方法，如果是肝脏引起的瘙痒，你擦什么止痒药膏都不会有明显的效果，而且这种痒是全身性的，不只是局部。另外，肝源性的瘙痒通常在夜间会特别严重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些症状，我建议你马上去医院抽血检查胆红素指数，同时做一个腹部超音波。这些检查很简单，但可以及早发现肝脏的问题。现在我要跟你讲第三个，也是最常被忽略的信号——脚部水肿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晚上回到家，脱掉袜子的时候，发现脚踝的地方有深深的袜痕，而且很久都消不掉。或者你用手指按压自己的小腿或脚背，按下去之后会有一个凹陷，而且这个凹陷不会马上淡回来，这就是水肿。很多人会觉得脚肿是因为站太久、走太多路，或者是天气热、循环不好。但如果这种水肿是持续性的，而且越来越明显，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了，因为这很可能是肝脏发出的警讯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跟你解释，你可以把肝脏想象成一块海绵，它的工作之一就是制造一种叫做白蛋白的蛋白质。白蛋白就像是血管里的守门员，它把水分留在血管里面，不让水分乱跑。但是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，它制造白蛋白的能力会变差，白蛋白不够了，血管就守不住水分，于是水分就会从血管里渗透出来，跑到组织里面去。这些水分因为重力的关系会往下沉积，所以最容易肿的地方就是脚和脚踝。除了白蛋白不足之外，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当肝脏先微化或硬化的时候，血液要流过，肝脏会变得困难，于是血液就会在肝脏前面塞车，这叫做门静脉高压，血液回不去，压力增加，水分就更容易漏出来，造成腹水和脚部水肿。所以如果你有脚部水肿，同时又有这些症状，食欲不好，容易疲倦，身体容易淤青，牙很容易出血，那你一定要高度怀疑是肝脏出了问题。我遇过很多病人，他们一开始都觉得只是鞋子变紧了，或者是袜子太紧，等到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肝脏已经受损得很严重了。所以我要再次提醒你，不要等到鞋子穿不下了才发现肝脏已经超载。如果你有持续性的脚部水肿，请尽快就医检查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开始担心，如果我的肝脏真的出问题了，还来得及救吗？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肝脏是我们人体里唯一可以自我修复甚至再生的器官。只要你的肝脏还没有走到肝硬化的末期，只要你愿意改变生活习惯，肝脏是有机会恢复的。我之前提到的陈福辉先生，在确诊之后，他完全戒了酒，调整了饮食，每天晚上11点前一定上床睡觉。3个月后回诊，他的肝功能指数明显下降，脚部水肿也改善了很多。所以我想告诉你3个黄金原则。第一，睡眠要充足。肝脏在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进行最重要的修复工作，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好好休息。第二，饮食要清淡，减少高油、高盐、高糖的食物，多吃新鲜的蔬菜和优质的蛋白质。第三，绝对不能喝酒，酒精是肝脏最大的敌人，没有之一。记住这句话，早知道早治疗，
你的身体永远会给你第二次机会，但前提是你要懂得把握。现在我要告诉你4种最伤害肝脏的食物，如果你真的想保护你的肝，这4种东西一定要少碰，甚至不碰。第一种，酒精。我知道在台湾的文化里，喝酒是很常见的社交活动，尾牙要喝，应酬要喝，朋友聚会也要喝。很多人喜欢喝高粱、喝啤酒，觉得这样才有气氛。但你知道吗？当你喝下一杯酒，有90%的酒精都必须经过肝脏来代谢。酒精在肝脏里会被分解成一种叫做乙醛的物质，而乙醛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毒素，它会直接伤害肝细胞。如果你长期喝酒，肝脏根本来不及修复，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脂肪肝、酒精性肝炎，最后变成肝硬化。我在这里要很诚实的跟你说，台湾人爱喝高粱，但肝脏真的受不了每天这样喝。如果你珍惜你的肝，请你从今天开始减少喝酒，最好是完全不喝。第二种，高油高脂的食物，炸鸡、咸酥鸡、卤肉饭、珍珠奶茶，这些都是台湾人很爱吃的东西，但这些食物里面的油脂和糖分会让肝脏的工作负担变得非常重。你可以把肝脏想象成一个交通枢纽，当太多的脂肪和糖分一起涌进来，肝脏就会塞车，处理不过来，处理不完的脂肪就会堆积在肝细胞里面，形成脂肪肝。脂肪肝如果不控制，就会引发发炎，接着纤维化，最后变成肝硬化。所以我建议你少吃油炸的食物，少喝含糖饮料，多吃蒸的、煮的、烫的食物。第三种，发霉的食物。这是很多老一辈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，他们觉得食物有一点发霉，切掉坏的部分就可以继续吃，觉得这样很节省。但你知道吗？发霉的食物里面含有一种叫做黄曲毒素的物质，这种毒素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。更可怕的是，就算你把食物煮熟、烤过，黄曲毒素也不会被破坏。黄曲毒素会直接攻击肝细胞的 DNA 岛，致肝细胞突变，最后引发肝癌。我遇过一个病人，他习惯把家里的花生、玉米放很久，即使有一点发霉也舍不得丢，结果50几岁就被诊断出肝癌。所以我要提醒你，发霉的食物绝对不能吃，宁可浪费一点钱，也不要赌上你的健康。第四种，生的淡水海鲜。台湾人很喜欢吃生鱼片、生蚝，或者是半生不熟的淡水鱼。但你知道吗？淡水的鱼、虾里面很容易藏有一种寄生虫，叫做中华肝吸虫。这种寄生虫可以在人体里面存活30年，它会寄生在肝脏和胆管里面，不断地刺激破坏肝脏组织，最后引发胆管癌或肝癌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淡水的鱼虾肉一定要煮到全熟，温度至少要达到摄氏70度以上，才能杀死寄生虫。我常常说一句话，省下一餐的钱，可能会赔掉整个肝脏。你觉得值得吗？说到这里，我们的影片也快要结束了。我想告诉你，肝脏是我们身体里最忠诚、最任劳任怨的化学工厂。它每天默默地帮我们解毒、代谢、储存能量，从来不抱怨，但它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器官。很多人以为肝不痛就没事，等到真的痛了，通常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我希望透过今天这个影片，能让你更了解自己的身体，更懂得倾听肝脏发出的信号。如果你看完这个影片，觉得有收获，我想邀请你在留言区写下这句话：我要好好照顾我的肝。这不只是一句话，这是你对自己的承诺。同时，如果你的家人、朋友里面有人爱喝酒、爱吃油炸食物，或者有肝病的家族史，请你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们。因为很多时候，一个小小的提醒就能拯救一个人的生命。最后我想说，
今天照顾好你的肝，就是在照顾你的未来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是林长仁医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